有智慧，讲台语，黑爸爸，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新队。新会开，钱就来。哦，新会开，钱就来啦。有影好，第二组的来宾，欢迎咱的新队。意境之家，变水就来家。哦，要变水就去遐啦。对啦嘿，啊，要摕钱就来阮家啦。没错好，来上擂台，来谢你哦，谢你。大大行，请。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人讲哦，咱人生当中哦，爱熟悉三位师啦。啊，三位师哦。是什么师咧？是。是，第一咱生出来就是哦，医师啊，没错。啊，到中的时阵一定要有人甲咱管辖嘛，因为咱就开始趁钱嘛，会计师啦。是。啊，佮上尾啊要走的时阵，咱就一定爱找律师。哎呦，对无？咱若写遗言的时阵，嘛爱写律师。有影。咱今日请2位师来啦。是。嘿，来，阮这边是律师啦。欢迎啊！嘿，来欢迎阮的陈佑新律师。大家好，我是陈佑新律师。嘿，今日哦，伊嘛来放一下轻松的，来阮遮讲一下台语的来比赛者，带因朋友来啊。好朋友要来同齐讲台语，来介绍你去。好，我的好朋友，我今日3位好朋友来，阮拢是伫南港内湖的好朋友。南港内湖的哦。江湖的朋友啦。江湖，唔是内湖啦。江湖啦，江湖的朋友啦。好啊，头一位，我的好朋友 Jeff，再来家己自我介绍。嗨，大家好，我是 Jeff， 我是佑新的朋友啊，我是品牌商，做迄个品牌商，做保养品，保养品的品牌商。哦，好，欢迎你呢，这位大哥。嘿，来，讲说你去。大家好，我是陈佑新的律师助理，我叫阿辉，谢谢。哦，阿辉，欢迎。好，来，讲说你去。大家好，我是陈佑新律师的助理，我叫吴东宪。大家好。哦，你好。等下，律师你到底是安那2、3个助理安尼敢对？助理是要创啥啊？无人知影，啊，愈济较好。啊，愈济较好啊，对无？嘿啊。哦，安尼咱的 case 会较济。就是这句莫讲出来。别当讲出来。这是吼，咱人生当中3个上重要的书，我是律师啦吼。啊，那佮另外一个较重要的就是因迄边的啦，来介绍你去。是另外一个重要就是医师，欢迎咱的新秘书。哎，下水的新秘书。嗨，我是 Dr. Grace 新秘书。是新秘书讲好咧，因为吼，伊互咱查某人变水。哦，规内底甲水甲外口咧，规身躯水当当啊！哎呦，水当当啦，嘿，自然的美丽啊！啊，今日嘛传朋友来啊，嘿，来介绍你去。哎，对，第一我好朋友啊，我们员工啊，这就是红叶，来介绍一下。我是红叶，我是直播主。哦，直播主哦，你台语讲了真好呢。袂歹呢。我甲老师学的。哦，搞老师哦，袂歹，欢迎你呢。好，来，介绍你去。嗨，大家好，我是恩，嘿，恩，英文恩哦，艺名啦，恩名加高追啦，是，欢迎你恩哦，恩啦，好来，介绍你去。啊，大家好，我是 Iris，你好，拢是员工。嘿，哦，头家有好无？好，加赞啊，我看我第一名看。别，表示你做了袂歹啊。哎呀，不然我讲你嫌啦，欢迎哦，欢迎哦，随时哦，只要你来哦，这真是。哦，真正就伫菜地方门口头，人客就哭哭我要甲你介绍是讲吼，真正家己感觉。到位吼，无够水的。伊的主科是妇科。哦，是。除了查某人变水以外，佫会使照顾伊的健康。你主讲来健康的人，就为内底水甲外口。嘿，人生一定爱去三书啦，一定爱加好落啊。但是咱节目有一书嘛爱熟悉。是，讲到就是老师。嘿，来，今日甲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陈鸿辉老师。律师医生讲台语，专业亲切，搁欢喜。嘿，就是因的专业啦，吼，足亲切的啦。赞。嘿，啊，大家加落啊，甲病患啊，讲话啥，是讲人家讲话啥哦，拢会较好，口气拢会足好。对啊。因为啦，讲台语一定会亲切的。对。是来100万伫倒，100万伫遮。哎，要请看100万哦，律师你有看到哦，做见证哦。所以讲希望。
恁两队拢拼者，加油啦！摕甲阮上悬的奖金摕倒转去，是先摕倒转去，这100放在阮遮，我替你保管。是。好，来，进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挖大饼。好，台语心事大调查是阿分数安怎算？这回合拢总是3题3题，拢摇到，上侪得到奖金6000块。好，6000块成题哦。好，我要出题哦，老师，咱请出题。请问便利贴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便利贴是，我想大家两边拢会需要，就是甲办公室大家的满啦吼。是这其实真简单啦，你就感觉想要安怎讲就讲嘛吼。啊，我的就是爱便利嘛，吼，我叫利便大。啊对，台语写压起来就甲打起来，嘿，要交代的代志。利便啦，就利便大的啦。是。啊那阿雄我吼感觉应该叫做利便廉。廉甲大无共吗？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大吼是种拍。啊，黏是，你会使用物件黏，用刺的、用压的拢可以。啊，伊这就是足利便的啊，四界拢会黏，而且贴起来，佫会使佫黏，贴起来，佫会使佫黏。即马就看大家较侪人讲的是我的大，还是我的黏呢？嘿，来两边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边。哎呦！我这边敢若较黏的感觉。好，来，我来问阮的历史者，幼新。黏这字，伫即马，因为讲即马是即马电话民调嘛，啊，即马少年仔讲黏这字可能讲起来较无顺嘛，好，而且打这较好讲，好嘛，较好出嘴，所以我是选打。好，啊，咱这边的，你黏啊就较无遐简单啦，啊打可能开始黏较亲像黏较死安尼。嘿，那黏啊抓家抓好，黏的，袂丢甲打的对无？打的会酸你。哎嘛丢呢。还佫有一种粘鼠板，伊就是黏吼，甲黏着。啊，黏的就袂走去，啊，黏啊就贴袂起来对无？啊，咱是迄时贴起来。咱正确的答案是，较侪人讲的是美秀的利便大。嘿，拢有错。对啊，这个所谓的便利加利便，这会使讲是华语台语有的词的迄个顺序倒变吼，其中一个咧。嘿，咱传统来讲，其实是讲利便啦。利便。嘿，啊，然后利便其实有2种意思吼，一种就是亲像拄则讲方便的意思啦吼，就是讲你想要打就打安尼嘛吼。啊，过来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是用伫个，甲咱即摆咧讲的说是无直接关，毋过有另外意思是讲。真随时会当摕来用的，嘛是一种利便的意思安尼。随时摕来用。啊，拄则有咧讲，敢若用黏的较无好讲。其实除了意思，当然黏就是无爱互伊落落去嘛吼，所以就黏条条安尼。以外，其实这个黏嘛，会使讲伊有咱台语的一个喙型的特色，就是合顿啦，然后喙啊合起来黏。啊，所以这款呢，因为华语无这款音吼，啊，咱有这种音，所以有时啊，有的人会感觉敢若较歹讲安尼，吼，这是因为咱有这合顿音的特色。哦，以上第2题啊。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手摇饮这个词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手摇饮哦，我遮真正有影足利便的啦，就叫做凉水。因为以前啉这冷的就是凉嘛，迄凉水摕来啦。饮料啦，饮料就是凉水啦。是。啊，那阿雄我这边吼，就较亲像华语翻过来，阮叫做手切茶。手摇饮。手切茶嘛袂歹呢。爱切嘿，嘛真流行啦。对。啉这拢一定爱切一个就对啊啦。对啊。我若要我就选你。啊那我就选你，因为凉水自细汉听较大呢。咱两边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边。来，好险，就对啊啦，对。来问姐夫，
因为我感觉若凉水，足侪物件拢叫凉水嘛，所以较歹分辨。啊，这因为摇来摇去，手水就精准的，就是迄个一厘对一厘。啊，对。哦，嘛袂歹伊讲足准的，用对的呢。是好，啊那咱的东宪。我想法就是足简单的啊，就是凉水安尼啊，啊你莫甲想啊伤复杂啦。啊，咱就是直接长辈就讲啊，什么凉水唔通食伤济啦，啊就是安尼啊。好，啊那咱的艾瑞斯。诶，我是感觉因为我阿公拢讲凉水啦，所以我讲应该是凉水吧。较想也真侪人伫讲。对啊。嘿，啊，毋过我唔知影是毋是手册地较侪人伫讲哦。看卖大家来看一下哦。好，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较侪人讲的是米秀的凉水。啊，真正的。其实这个手摇饮这种事吼，嘛无讲介久啦吼，就是800年代以后才有的啦。吼，啊对中南部开始流行，吼，就是。迄嘛可能会使算是一种宣传的美感啦，吼，迄个撇步啦，吼，就是讲就摕一个迄 shake 杯底下安尼切，对，就迄个有泡啊。但是你甲看即马遐尼济，咱咧这凉水店吼，嘛无一定，即马嘛无一定有咧切啊。嘿，无一定。对，所以原本这个词，当然你讲重点是切啦。重点是切，所以讲切仔地嘛，有人讲切仔地，切仔地吼，就敢若切仔面安尼，切仔地安尼。凉水当然是传统的讲法，讲所有迄凉的饮料拢是算凉水啦。嘛有人讲落地可能是咧切有一寡什物声音安尼，反正这嘛是民间其实有寡无共的讲法。毋过普遍上大范围的就是凉水无毋对，所以较侪人选凉水啦。是哈，以上。好，来第3题啊哦。嘿，来，咱请出晓。来哦，老师，咱请出题。请问鹰派台语较侪人讲做一款。哦，鹰派，鹰就是老鹰嘛。系啊。嘿。老鹰伊的台语叫做腊肉哦，腊肉哦，好来，所以讲我就简单腊肉派是。啊，那是我吼，我的教育艺术，因为其实伊是鹰派甲鸽派，啊，迄个鸽子吼，混交派就是吼，迄个较嫩啦，啊，鹰派吼就是较强硬安尼，所以我应该直接翻，会使叫硬派，嘛会使叫硬派，两个拢不离有硬哦。好，来两边咱请3题。必须阿雄演几遍。风险问几不要紧哦。好，来看阮的佑心。好，你选的是硬派。对，硬派。讲腊肉派，感觉嘛真对，但是换一个角度，对啊，讲到混交派，敢无人安尼讲吧？是唔是？听起来就混交派怪怪吼，啊，无人安尼讲，安尼应该就硬派甲软派，艺术较了解，系啊。阮宜兰人，对不对？对。软啊，阮软派。软派。软派。嘿，嗰另外一个嘛是宜兰人。哦，多一个。雅慧。雅慧啊。雅慧嘛宜兰人。哦，真厉害哦。真厉害，对啦。因为较早细汉拢老鹰拢讲是马秀，所以感觉是马秀派。哦。还是 Iris， 看你想要讲。听起来就厉害的，就厉害，就厉害，就厉害，是唔是？来看这足厉害哦，我厉害。好，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较侪人讲的是阿雄的硬派。硬派。腊肉还是麻肉，这是伫咧台湾无共所在有无啥共款的讲法啦。是。其实嘛有人直接讲鹰啦，就是鹰啊，鹰鸟，嘛有人直接用鹰这字啦。所以嘛有人讲鹰派甲鸽派，就是鹰派、鸽派，嘛有人安尼用，嘛是有人安尼用，对。总是我想，可能较侪人选硬派、硬派，应该是就是迄个意思感觉较直接安尼啦。听就知影啦。而且这个叫做腊肉派的时阵，会变做会联想到捧歌派。就是用什么会做？迄个牌内底装老鹰的内底，要甲做起来。用什么会做的牌安尼？对，可能反正是因为安尼嘛关系，所以较侪人直接选迄个意思，然后做硬安尼硬派。好，来3题过啊，咱今摆来看分数啊。看阮新家，新家偌济钱咧？今嘛有4000。嘿，那咱新家咧？有5000哦。好。
今日咧第二位啊 AI 时光机。AI 时光机，带恁看过是去，带恁看过去，等下有一张相片给你，因为即摆 AI 拢会做介会叮当，相片会叮当。啊，毋过阮的题目就是喺相片内面。是。咱分选啊算，咱这回合拢总4题，每一个人拢会落来回答，啊，若拢抢到分数，上侪得到12000哦。12000哦，一直个卡皮哦，来。手放在顶面，听我讲，请手答的时阵，咱会当吹落去哦。吹落。好，来，上个先互恁提示，来，上个是，即马要带恁来看的是民国77年哦，咧办迄个婚礼的时阵啊，内底画面。哦，内底画面哦，看清楚哦。来，先看影片。古早。是。哦，这就食板刀啦，有无？对。哦，哎呦，送客啊！啊，你敢知？迄个时阵送人客，除了送喜糖以外，应该会捧什么送人客咧？哎呦，哦，内面的看啥？古早婚礼咧送客，除了会分喜糖以外，佫会分什么咧？今嘛要带恁来看的是民国77年哦，咧办迄个婚礼的时阵啊。内底画面哦，内底画面哦，看清楚哦。来，先看影片。哦，47年。哎呦，古早。是。哦，这就食板刀啦，有无？对。哦。哎呦，送客啊！这送客啊。哦，是有清楚啦，吼，对啦，有清楚，我要出问题啊！好，来，今日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今日咱要来去别人的婚礼遐佚佗。民国77年吼，咱咧办婚礼食倒的时阵，大家有看到嘛？尾啊，伊咧送人客啊吼。啊，你敢知？迄个时阵送人客，除了送喜糖以外，应该会捧什么送人客咧？哦，捧什么哦？内面哦。内底。好，来，咱请手答。哎呦！哦，内面的看啥？婚，啊个啥？槟榔。哎呦！医生看不，律师看起来足少年呢。你捌伫迄个时阵？无啦，因为我知影讲台湾其实槟榔这个物件较早是一款礼物。真贵的礼物，所以讲，以我了解民俗啦吼，应该是送礼俗来讲，应该会送这个物件。是哦，因为即马可能安那豆啊拢无，拢改去啊。啊，毋过有健康的问题啦。薰甲啥物？槟榔。好，来老师，薰甲槟榔对唔对？对。哎呦，厉害！来，分数把加落去。终于得了3000咯。好，这两项啥拢是这两项吼，有的是字面上的意思，有的是内涵的意思啦吼。因为这个婚甲结婚的婚共音啊，所以这有代表两性合婚吼的一种的意思啦吼。啊，过来是槟榔，拄则有心律师有讲到一部分吼。啊，其实伫个唔那是讲安尼尔，就是讲伊的意义其实真深啦。对于这个，尤其是北部族也是原住民吼，等等的这个文化来讲，伊是社交礼仪的一部分，啊嘛是有迄个文化传承的意义。这是传统是安尼啊。但是当然，这现代健康的因素，迄莫讲啦吼，就讲传统文化的这个部分。啊，槟榔嘛，有这个腔口差，讲槟榔、槟榔，拢有人讲吼。啊，有的人是讲，唔那是这文化礼仪，佫有迄种得子、得孙、得福气迄款意涵，因为可能是伊是一种得精子，也是讲伊生出来迄个形，就是有人感觉有迄个福气啦吼。啊，所以讲嘛有人用安尼来看，哦，所以是薰甲槟榔无毋对，是因为落尾佫有相时啊。内面有相时啊，我讲互你变相时啊，盖高字。好，谢谢老师。袂歹，你无想到嘛？是毋是？我想讲咱想别项物件会款，毋讲我无确定是啥物件。毋过伊讲婚都嘛想，安尼就有看个古早片的时阵就看过，因为咧一个糖仔以后佫一散婚，嘿，无
无去想。嘿，无想着，嘿，毋过看有别项物件掺伫内底啦。毋过哦，你头拄讲到，那就合理啦。啊，佮若相生啊，相生啊，哎，好歹哦，对啊，嘿，摕相生不要紧，咱个拼就有啊。来，好，来，咱今日来换人。快点做紧张啊！两个拢是，甲你两个考抗一下，紧张无效，无效。我甲你讲，先抢先赢。对。吹落去了，先讲的对啊。嘿嘿。好，来啊哦，来手讲好，来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后要带恁来看是日本时代台湾木材最重要的工厂。哦，工厂哦，好，来咱看下面。哦，哇！细汉的时阵有看这，因为阮边仔就是这。哦，爱跑。哦，你看迄吊喺半空中，我就是木材啊。对。咱台湾已经真济呢。哦，台湾的茶真好。哇！有啥？这古早呢。一样，即马应该拢看无啊。好，来拢有看到哦。我要出问题哦。好，来，今日咱们今日去佗，请出题。咱头拄看的是日本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制裁工厂，你敢知影？伊咧倒一个关区？阿妹，是，爱听我讲请手答哦。是。好，倒一个关区哦。来，咱请手答。哎呦。哦，哎呦，是恁较紧啊，嘿，阮这较紧，恁较紧，哦，少年的较紧哦。查分啊，来，加一。好，来，老师加一对唔对？我希望这位少年朋友会当佮甲因讲较清楚，毋是主持人代替你讲哦。因为即摆主持人代替你讲的，甲你家己讲的敢若无共款，我听到的。加一。啊，我安尼无法度互你对。因为有老师真公平，讲真的真公平。好来，讲一个，好老师。加一。好，你的音对。好来，分数。终于得了3000咯。主要是讲，因为咱这音是咱台语特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落音字根的部位，这种脆型的歌，吼，这个歌一定要出来爱清楚。啊，所以若无清楚，也是讲敢若无变成伊的时阵，安尼其实就是，甚至讲台语讲无正安尼啦，吼。嘿啊，所以这个歌语字，吼，这个爱把握爱确实，吼。好啊，拄只这个咱所谓的这个制裁所，吼，其实就是日本时代。头先是发现讲阿里山遐有足侪即个会使去做加工的这树啊的这种所在，所以就是阿里山林场先开始啦。是。啊，林场了但是有林场嘛爱有即个加工的所在，所以落尾才变做讲有铁咯，吼啊，甲即个茶会当运来到即个家己市区遮，然后才做。这个制裁所就是讲加工安尼，虽然即摆已经无迄个时代的完整的物件，不过有留一寡微弱所以即摆是竹啊工艺加工所安尼，嘛是要有一小部分啦。加油哦！加油！两边拢甲加油一下哦。好，来，咱今日换人。免紧张，免紧张，加油哦！来哦！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要带恁来看2000年的时阵的绿福川。哦，绿福川哦。好，来，咱先看影片。以前就有啊吼。嘿啊，以前就有啊。哇。哦。这相片开始嘛就顶。我会使去体验呢。哇。哈哈哈。哇！那个是，哎呦，结果真好，是好，拢有看到啊！我要出题啊！咱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今仔日咱要来去游乐园佚佗。咱头拄仔看到绿福川内底吼，因当咧骑迄动物骆驼。你敢知影骆驼台语安怎讲呢？好，来，骆驼的台语哦。请手答。哎呦，变紧的呢，当然。我背起啊，咱哦，哦，当然，来，你叫做骆驼。骆驼，是。啊，拄啊，我的朋友的外号嘛叫骆驼。好，来，老师，伊安尼念对唔对？对。嘿，好来，分数甲加落去。
恭喜你了3000咯！哇，愈来愈多啊！来，你讲绿豆较圆淡薄的绿豆吼，啊，若像我这种腔就绿豆，安尼，啊，拢会使，这是腔口差。啊，其实这是这个2字的文言音啦，吼。啊，咱补充一个，就是讲有另外一个词嘛，叫做绿豆，唔过唔是咧讲动物，是咧讲做逍遥快活，去给拍拍照，啊，想要去倒位绿豆啊，安尼，还是另外一个共音无共意思的词，补充互大家了解。以上。不要紧，后一个够一位，互你较紧的哦。加油！好，够一位较紧的哦。好，来，咱紧的来换人。好，来哦，来，上个咱请提示。是，今嘛吼要带恁来看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吼，伊会安排学生做一寡迄个勤劳的作业。哦，勤劳的作业哦，来先看影片。哦，以前拢安尼哦。哎呦，古早的吼。好，来哦，你看哦，看真足哦。哦。哇！哦，我过以前学生衫啊，拢是安尼。对啊，白的啊就是。对，拢有看到啊。有吼。我要出题啊。好，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今仔日要带恁来古早的学校内底佚佗，咱也都有看到吼，迄学生囡仔正咧做一寡代志，你敢知因咧做什么工课咧？哦，因是咧做工课哦。好，来请手答。哦，你看我叫哥哥八种嫩的。高连，嘿，对。来，应该是竞彩吧？啊，学校袂，学校迄当阵无安尼进步，但是差不多啊，差不多。竞彩另外一种。嘿。学校拢有迄个一窟一窟啊，静辉，对，较大声。静辉，好，来我问老师哦，来老师，静辉对唔对？好，你对啦。老师人足好诶。这图吼，就是讲，若是照伊原本即个，因为伊有记载嘛，吼，伊的记载来讲是咧整理花园啦，就是迄当阵日本时代。真重视讲，就是爱有即个，唔拿读册尔，吼，爱有即种运动也好，还是有即个劳力的即种劳动也好，吼，啊，就是爱甲大自然爱迄落，所以这是日本时代，就是家属上会有即款的，请学生整理花园的即款的工课安尼，吼，以上。好，来陪阮看一下分数。来哦，看阮新家。新家即毛13000。嘿，啊，来阮新家咧。58000哦。哦。好，今日第3回合2家来拼台。第3回合2家来拼台。哦，来，哇！看到哦，问号跳出来啊呢？是。嘿，问号是啥嘞？哦，问号代表的就是咱的奖金啦。奖金少的是1000、3000。哦，啊，若是多吼，就是1万、12000、15000。来，咱提示念一个。好，港、龟、冰、股票、看电影、奥运、涉水、器官。哦，内面这拢是咱的提示。你一个人4题嘛，阮有一条救人的名要互恁啦。嘿，啊，若真正咱队长不要讲啊，咱就讲救人哦。咱队友就通来斗3工啊。是，啊，搁另外一个就是讲哦，分数较少的人，咱才先选。无定就15000就互你先有落。是啊。啊，分数就去你变盘。哎呦。哦，好，来，咱即马就是咱的性格先来选啦哦。来，是不是？啊，咱是不是？器官啊，我讲器官，可能太厉害啦，其他可能无啥把握。来，咱来看下器官的奖金有偌济。哦，器官3000应该是较细器官。好，不要紧，先甲3000摕起来再搁讲。好，3000摕起来嘛是揪起来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语要笑讲的是华语的什么器官呢？来，60秒的时间。腰笑，华语的什么器官呢？腰笑。哎呀，讲华语吼，嘿，胰脏，胰脏，
啊，脾脾哦腰，笑，华语的不对哦，腰肌，腰肌是腰肾脏，哎腰笑哦，无胰脏。胰脏伊是支笑啦，是中间伊是环安尼，腰笑。阿姨因翁啦，胰脏胰脏，胰脏，来，咱来看这腰笑。胰脏对唔对？哎，来分数先来加入去。恭喜你就3000咯！这边掉啊！这拄则阿雄讲的笑亏人定咧讲啊，讲到底是医张还是啥物货？对。嘿啊，其实就是腰笑无唔对，这个器官的名吼。好，以上来，换你哦。哎呦，安尼咱历史，咱要安怎选？选多一个。冰水，冰水，冰嘛，冰，好，冰哦。好，来，咱看冰冰的奖金有偌济哦，袂少哦。来，咱请出题。请问小食米、小冷冰是会甲小的红豆圆仔吼放伫咧迄个串冰内底，规碗冰食起来时阵就会小搁冷。啊，你敢知影这个小冷冰是啥物乡镇的名产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什么乡镇哦？这台湾毋是有300几个乡镇吗？哎呀319个嘿。你捌听过吧？吼，这有食过，食但过是其實無啥了解伫倒位。我只有用藥伫樹林。樹林，哎呦，樹林的冰有名啊，是，阮樹林遐有冰是有名的。是吼，树林哦。来，咱来看树林对唔对？是迄个屏东潮州啦，潮州啦，这潮州介有名的，大家去潮州一定爱去食小冷冰的，对，遐个潮汕吼啊，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潮州这个名，因为有调的音，但是无讲潮州哦，敢若讲潮州哦，吼，这白话音吼，潮州好小冷冰以上。了片的，不要去好定就有啊。啊，阮树林是雪绵冰啦，绵冰啦。落尾这小冷冰得去高用。对啦，因为潮州一直穿起来。是，无对。好来换你啊！万五的，紧嘞。龟哦，龟，来哦，西龟的龟哦，好啊，咱龟，好，来咱看龟的奖金有偌济？好，来，咱请出题。应该有咧行菜市啊，才知啦哦。我菜市啊比，唔过还咧行。啊，安尼咧行。来，这是都种龟。对种龟，来柚姐。菜龟哦，袂歹。袂歹哦。跟发这行。是，好，来看者哦。菜龟对唔对？咦，敢知影冷秋菜是倒一种龟仔茎甲叶咧？龟，来哦，西龟的龟哦，好啊，咱龟，好，来咱看龟的奖金有偌济？好，来咱请出题。请问龙须菜是倒一种龟仔的茎甲叶？来，你有10秒的时间。应该有咧行菜市啊，才知啦哦。我菜市啊比，唔过还咧行。啊，安尼咧行。我来做菜可以。啊，记时间到。起了。来。啊，是你要喝酒啦？唔免听，因无啥物录音就对啦。无啦，用你后壁。来，这是都种龟。对种龟，来柚姐。菜龟哦，袂歹哦。跟发这行。是，好，来看者哦。菜龟对唔对？甲你写者就对啊。是，好，不要紧，老师知影什么龟。好，来，老师。咱一般龙须菜，先讲龙须菜的台语名，一般安怎讲？好秋。龟仔秋，龟仔秋，啊，当然即摆是要问是啥物龟啦吼，嘿，啊，这龟呢有几啊种讲法啦，有的人吼就直接讲，迄个龟仔亲像
这个佛的手，所以叫佛手龟。吼，有的人就直接安尼讲啦吼。啊，但是搁较古早的名是香烟龟，还是香烟龟？香烟龟啊！嘿，香烟龟啊，嘿，香烟龟拢有人讲，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迄个伊的迄个较油的茎啊，甲叶啊安尼，嘿，所以龟仔手嘿。我即马大家拢知影，咱对这啥物兵嘛唔知啊。你怎么咱系啊，咱对车的较无了解。了解，也要处理阮大家斗相共对，恁处理阮无法度处理的。好，来换你啊！陈律师要选多一个？奥运。奥运，好来，咱来看一下奥运的奖金有偌济。先不要紧，咱豆豆仔来领奖。好，来请出题。请问台湾政府哦，即阵啊成立新的部门，叫做运动部，邀请到咱奥运金牌国手做咱头一个运动部的部长。你敢知伊是啥物人？来，你有10秒的时间，应该免10秒啦吼。 10秒。系啊，最近新闻一直报。李勇是好来，李勇对唔对？最近新闻真正一直报啊！好，来分数先，由于得到1000咯。这应该大家拢若看报纸新闻，应该拢知啦吼。只是讲这个名的音要安怎读的问题啦吼。啊，因为咱一般可能会较少讲到，亲像海洋吼，海洋迄洋是白话音啦。吼，啊，咱用伫人名来讲，即个一般是爱读文言音，所以才用即个李勇，即个勇是文言音的读法。吼，啊，当然这就是迄个算做讲伊过去连续2届的即个奥运摕到即个羽毛球金牌嘛，吼。双拍金牌。对，林勇配啦，吼，林勇配，嘿，啊，希望讲透过安尼一个奥运吼金牌国手的即款的经历吼，伊希望讲会当推广运动到大家生活中吼，啊，希望讲会当大家更较重视运动这个代志，吼。好，李勇部长啦，吼，以上是好来啊，佮继续哦，今日汉小新秘书紧来，哦，春四题。下水，色水啦，色水的意思就是颜色啦。哦，色水安尼好来，色水一个哦，来，咱看者色水伊的奖金有偌济？5000嘛，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形容色水的时阵吼，咱会讲这笑黄色，啊，你敢知影？这讲的吼是深的黄色还是浅的黄色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笑黄色。是深的还是浅的哦？来哟。来起来哦。应该两个选一个啦。我可能会要浅的，不过我无啥确定，因为感觉会知是啊较浅的黄色嘛，哎，会知影是，来较欢喜会笑。无紧。好，来试看卖哦。来。好，来浅的黄色对唔对？来，分数甲加入去。恭喜哦，得到5000咯！冰盘。古早的书典就有写讲，所谓的笑色就是浅色的意思。嘿，啊，有人用，比如讲笑黄啊、笑绿啊、吼、笑青啊，吼，就是讲，就是意思就是浅色安尼。色会使用这个字，也是讲别项物件嘛，爱讲笑。敢会晓色这个物件用这个。哦，无，当然笑，还佫用伫做侪其他所在。嘿，啊，即摆是讲啦，用伫色来讲是浅的，对。哦，换咱历史啊，哦，来，今日15000啦，12000的，今日哦。我选一个杠好啦，杠来。好，来，咱来看一下杠的奖金有偌济。万里哦！哎呦，安尼去你个冰盘呢？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北市的南港这个名吼，其实是对应北港来。啊，你敢知伊讲的这个北港是什么所在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要救人无？万里应该差不多。应该知影吼。好，来。应该是第10季。10季。应该第10季。哦，你是住遐哟？我脱来哦，但是因为我较早有去南港的一个老街行过，所以
我印象伊因为迄是基隆河的南边，所以是叫做南港。是啊，基隆河的北边内湖这边，敢若一个小小的渡道啊，所以应该若港应该爱有我实际迄边。哦，实际迄边是安尼想。厉害哦。是，好来实际哦。来实际对唔对？来分数。恭喜哦，得到万里哦！变大啦！我要讲的拢有新律师讲了啊，就是你就是爱定去行答无唔对啦，嘿，老家啦是古早一寡迄个历史吼，拢会当安尼来了解。无唔对啦，基隆河吼，即个对岸迄边石子啊，即个石子的伊嘛有人讲石子拢有啦，拢有人讲啊。当然古早名是水灯卡啦，以上。对啦。好来，要倒来。算姐。快电影，快电影好来，对于话讲太好来，来看者，看电影奖金有偌济？哦，真悬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捡戏尾吼是讲人伫咧电影院的时阵安怎？是吼凊彩拣一个爱看的片，还是讲等放假要结束的时阵才入场？来，你有10秒的时间，嘿，捡戏尾。精彩是凊彩拣一个要看的，还是讲等要搬线才入去看？来，试了。哦，来。因为有要救人无？你有要救人无？你想要一个啊？可能爱救一个哦。好来，我嘛家己一个无救，来哦，救人哦。来。第二个，放假要刷才入去。放假刷才入去。我是讲因为一个尾啊，应该是钓戏尾。戏尾就是结束的意思，所以应该是钓戏尾，应该是。尾也会记入去。钓戏尾哦。好，咱来看者。放假要刷才入场，对唔对？来分数，恭喜哦，得到1万哦！比手啊，比手啊咧，安尼啦。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这是正讲吼，古早咧放台语电影到上线尾，得要结束进前的差不多15分钟左右，会怎拍开门吼？哦，有想要来看的入去看安尼就对啦，嘿，差不多要结束进前15分安尼，嘿啊，所以当阵真济，若准讲是过去可能有的先拜老辈有这个经验啦，就是讲以早就是伫遐等到得要煞尾的前15分，嘿，门开啊，撞入去看。哦，这是嘛是人情味，嘿，人情味的一种啦，嘿，好，以上捡戏尾。好，来换你啊，股票，试看卖哦。来，咱来看者股票奖金有偌济？5万5，咱一定爱把握。加油！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头一张股票是伫咧清国时代发行的，你敢知影这张股票是咧甲咱台湾的煤矿还是甲铁路产业有关系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也要救人哦。对。要救来，1万哦。来，要救人哦。救一个讨论看卖，是。知影无？清国时代。是煤矿还是看炭矿？炭矿。炭矿还是铁路？好，这真正用药的。好，安尼我就回答咱同齐拢认为炭矿。哦，炭矿。炭矿哦。因为其实铁基路。迄头一个就是像劳民团嘛，但是伊迄嘛有可能叫人民当齐入股啦，因为迄当时清朝的时阵，政府钱无够，足侪拢是叫人民去入股，但是炭矿伫台湾较早嘛真侪公司咧经营，所以我紧我就炭矿。好，来咱来看者，炭矿对唔对？我有心律师咧讲我只新瓜皮泡菜哦，还讲着老兵团啊，结果个酸，拢解说了。老兵团的铁路，老兵团就是老兵团的时代，会要起铁路啊，招迄个一般生理人吼，就是讲做伙来经啦，吼啊，所以发行这个铁路股票安尼啦。
嘿，啊，这嘛算做讲是一个第一个哦，这个算做有创意的做法安尼，嘿。无，我会讲历史挑工的啦，伊要甲落啊医生病啦，安尼才有拼头嘛。哦，这部真好看，这部真好看。嘿呀，好，谢谢老师，感谢来报一个哦，好来来嘛，咱的新队，今嘛有26000，哎，啊，咱的新队咧，嘛有26000哦。哦，要搁同齐哦，同齐来给咱的10秒，1000斤。10秒1000斤，我都要上去。人跳较歹。我刚才不是人歹，是跳较歹。啊，你安尼足英勇的啦。好，来，今日咱2队拢会当比哦。没错。是哦。赞。咱即摆就是要看分数较侪人，对，就会当留咧。嘿，秒数留较侪人赢啦。是，好，1秒1000斤嘛，是啊，几秒？就是26秒。26秒，安尼无够啦。搁提30秒变56秒，好不好？56秒哦。加油哦！啊，手啊较紧，3题尔哦，拼题数尔，因为因嘛伫等啊哦。对啊。吼，恁的分数若较悬，就是恁赢；啊，恁的分数较低，恁就再会啊。再会哦。好，来哦，开始啊哦。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来，贝哇，长山，对。嘿，长山，长山啦。有长山，讲无长山嘛。不，伊这个物件吼，你看起来已经臭去啊，有是。嘿，啊，所以是歹过。歹过搞子。嘿，对，啊，过来。两边来 PK， 倒一队会当甲奖金摕走咧。因为因嘛伫等啊哦。对啊。吼，恁的分数若较悬，就是恁赢；啊，恁的分数较低，恁就再会啊。再会哦。好，来哦，开始啊哦。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来，6个你。哎，你有看到啥？哇，你等咧创啥？有无？食饭。叫我来看。叫我来看。进卡。有哦，你有看到？伊咧食。啊，搁看白。嘿，看白，这艺术是啥咧？艺术就是讲吼，你家己就已经有啊。佮贪心啦，袂当贪心，你搁去看别人，笑想别人的啦。是，嘿，好来，咱即马看，看偌济。哦，47秒，47秒哦，47秒哦，加油加油哦，加油哦，唔通一直看，爱念，唔通看我话吼，啊看来。好来，第2题哦，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来，贝哇，长山，对，嘿，长山啦，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啊，进卡。哇，这个律师来晓。是，长山讲无继承啊，对吧？哦，你讲因办继承的继承的案件嘛，对，老大人袂讲到这个话。啊，这个意思是长山讲，伊讲的是一个现象啦。以前吼，咱台湾开始要开垦清国时代，伊遐政府规定讲，要来台湾的拢是干那是独身啊才会使来，独身啊才会来，查甫来。所以迄个时阵，你问讲啊，你倒位来？我长山来，大部分拢是查甫的，拢无查某的。哦，所以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好，好来，咱看这秒数。哦，够38秒咧。好，来第3题哦，来哦，加油哦！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好，10个你是。哦，某吼。啊，搁啥 ？Blessing。嘿，搁啥？啊，下骹是3个。高丽，不是。下骹伊3个看起来拢足厉害的哦。是。 3个提工作。嘿，什么3个提工作3个提工作，先过一个。无，是一个妈祖婆，先过3，不是妈祖婆，是个外父。一个某，赢过3个提工作。哦，我算你正确啦。一个某先过3个提工。哎呀，真紧张啦！一个某较好3个提工作。是。这意思就是讲吼，带着一个好的贤内助，好的某吼，较赢你逐工的烧香拜拜，拜托天公伯啊保庇啦。无唔对。有人甲你还价较重要。是，无唔对，无唔对。好来，咱看这秒数。哦，够11秒哦。袂歹。好来，够10秒，咱保持着哦。好来，咱请回。来，请回。来，换你啦。来，请。来，豆豆行。来哦。应该有11秒。11秒哦。我们真正艺术3秒就来，互你丢。 3秒就会使。好，来，来，真简单。好，规矩我拢无要讲啊。好，来，咱唱歌好。加油哦，赶快56秒。
50来，共款56秒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8个字。来，你看迄只动物有来食的时阵，食有啥物？老啥？搁咧老有啊，搁咧猪。嘿，伊头去暖哦，会晓头安怎？头家，对了，头家，嘿啊，啊伊只煞一直流落来，这代表啥物？头家，袂食着，不是，会晓食，但是袂晓，袂晓吃嘴。好，进口。哎呀，我袂晓头食，袂晓吸水啦。对啦，是袂当，就是嘛冇头食啦。啊，毋过你若头食真正脆，爱吃无吃。意思是人就关情无顾后啦，做亏心事讲看到。好，来，咱看这秒数。哦，够29秒，袂歹哦。好，来第2题啊。来。好，来，咱请出题。来请看。来9个字。哇，伊这个物件吼，你看起来已经臭去啊，有是。嘿。臭，所以是歹龟，但是内底足侪啥物？海龟搞鸡。嘿，对，啊，过来。看若是无好的人，啥物？歹人，什么味？什么人意？要进讲。歹龟搞鸡，歹人。歹龟嘛，歹龟搞鸡，歹人搞鸡嘛，啊，歹人咱就搞演技啦，是。好，来，咱即马看一秒数。剩8秒。但是咱运动界精神嘛，使个生活完。无条就恁等下这前2秒，恁就又对啊。对啊，来。好，来，咱请出题。来请看。来7个字。哦，3斤6。3斤6。安怎？顶悬写足侪啥物？足侪人遐徛安尼嘴讲出来。对人吗？这就是一句话啦，3斤6重啦。哦，意思3斤6重。这人讲的话足有分量的。哦，一句话3斤6重。对啦。是。好，不要紧，咱即马看者已经无啊。已经再会啊。咱运动界精神嘛，甲算完啦。袂歹。是。好，不要紧，希望恁个报名来参加。咱无着奖金，共款爱来去颁奖。颁奖！好，来，啊，搁一个金牌哟！是哦，来，尽力学赛啊！哦，恭喜！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感谢咱的陈鸿辉陈老师。专家有智慧，到顶边来去，欢迎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感谢，谢谢医师，感谢，新爷，好，感谢律师，嘿，名叫爱记起来，感谢老师，红爷，感谢律师，谢谢，感谢最后哥哥。